有没有非常的兴奋？有。上半场我们带来了山与海的对话，从我们的乐器，从我们的歌声，从我们的舞蹈里面，展现这块土地丰富的人文气息，还有在这块土地上丰富的生态，竹林生态。接下来呢，想请问一下，大家刚刚吃的风味餐好不好吃？跟大家介绍一下哦。这个风味餐呢是在我们的台北美术馆旁边的花博公园里面呢，有一个风味馆，是我们的田老师，也是我们原住民的族人为大家来预备道地的原住民风味特餐。希望大家呢透过这样子的我们阿米斯卡根乐团的表演模式里面，更认识阿美族的饮食文化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二场下半场的表演，在开始之前，我们还是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小多姨法基，掌声鼓励。Satabang toto saka tusa alka. Mamakai kamu hao? Mamakai bisa hao? 嗨，嗨就是是啊，好啊，好。刚刚讲法纪就是对耆老，我们凡是有入赘到女方的男子，回到自己的母家，就是娘家的时候，会一定是有法纪的身份。法纪这个呢，就在我们汉人的多阿姑、舅舅那样的很有权威的那种身份。没有入赘，我们不叫法纪，所以有入赘的都叫法纪。所以今天我们下半场很精彩，看一下进入到最感动的各族音乐的分享。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动作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原住民是可以创造这个惊喜的，尤其是塞德克巴莱的一幕，可以让大家这个看到原住民的彪悍。过去啊，这个出草的动作啊，现在我们不讲啊，现在没有出草。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动作呢，就塞德克巴莱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。这个就是我们阿美族的 Funus，F-U-N-O-S，Funus，工作刀。这个接下来开始我们的乐器一定要有这个工作刀，好，才可以做。再来，沙鲁，锯子。我要介绍一个材料，制作乐器的材料。这个呢叫做芦竹。芦竹在哪里可以看得到？沼泽地。水边，海边。水边就是河床啊、沼泽、湿地都有。这个呢是关渡的芦竹。我们早上去拿的，所以呢，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吹，不过我们试过了，这是早上去拿的芦竹。我们阿美族的名字叫做阿勒树。好，一节一节以后变成，有声音，有，解成这样子。有，那要干了以后才能做排底，啊。3根，啊，一人吹1根。1、2、3，来。
呢，过去我们阿美族是做讯号，以前的牌底就这样做，用苎麻把它编成。以前孩子在放牛的时候，妈妈听到这个声音了之后，哦，我的孩子回来了，好感谢今天我的孩子平安，没有在外面不见，回来了。妈妈听到这个信号，就知道孩子回来了。所以以前牌底是做讯号，可以做成这么小。吹一首歌。这么小，也可以用很多的形式做啊。牌底有很多的做法。今天呢，牌底的材料用什么做？阿美族的名字叫什么？阿勒豆。这个呢，以前我们经常这样做。我昨天有没有做成功？有。今天一定更成功。把它拨开。刚刚一管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把它横的或是直的。对不起，以后直放啊，在天母举行。不用买了，这个用这个就做讯号了，而且这是在关渡拿的。好，直棒啊，有没有在天母比赛的时候，我们带这个好不好？好。传统又环保。好，接下来我要介绍这首曲目是陆森堡先生，请大家记得这个音乐大师，在我们卑南族南王部落有一位会做歌的耆老，他曾经做过老师，做过校长，然后做了好多经典的歌谣。现在卑南族的年轻人都爱他的歌不得了，就做了好多，编了很多动人的歌谣。如果没有陆森堡先生用他一生的感情做出卑南族的歌，其实卑南族的人不可能得金曲奖。就是因为有那样的精神，有陆森堡先生做了好听的歌，他们真是从陆森堡先生的心智感情里面去捕捉，原来这样的歌可以使大众喜爱。这首歌叫做《美丽的稻穗》，说明在1958年道上炮战发生的时候，在前线的官兵必须要慰劳，所以族人就说我们要拿什么东西要慰劳呢？就刚好8月稻米收成，要把稻米送到前线去慰劳，所以家乡的这个竹林也长成了，我们来锯吧，让这个所有运输的船只能够来运输我们的补给到前线去，让官兵棒去打共匪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们以前不叫共匪了啊，以前叫共匪，现在不是了哈。现在是一家人这样，过去是这样，那是历史了哈。我现在讲历史，所以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不是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是和平的国度，所以我们没有希望不要有战争。过去是这样，我们现在不要，所以请记得陆森堡
老先生做的这首是围绕前前。接下来要演奏这首歌的男子帅哥叫朱英硕，朱英硕，他目前就读玉山神学院的音乐系。他主修声乐，做了很多传统乐器。好，演唱这首歌的呢，叫打印，目前还在东华大学。民族音乐学系。好，我们来听听演奏跟歌声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，谢谢。
掌声鼓励我们这一对兄妹兄妹合作无间，但是今天这个形式是第一次，他们的第一次都送给各位哈。你看这卑南族的服饰色系有没有像圣诞树？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卑南族请记得，他们的马来药，也就是他们的大猎季，就是从12月25号开始，一直到元旦这个期间。所以卑南族是这样的色系，看起来就像圣诞。好，感谢他们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同学们，我来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材料。这个材料乐器呢很特别，我手上有这个东西，看好啊，请看上面。来给我，它就是天然的保丽龙，请给过目看一下，从这边过目，天然的保丽龙，没有任何的化学原料组成，可以做这么样的奇妙的保丽龙。好，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材料？因为我要做笛子。这个笛子呢，谁会吹我们就送给他，好不好？阿美族的笛子，拿哇比酒就有声音，拿哇比酒就有声音，拿哇比酒就有声音。好，怎么弄？我叫给他拿哇，这个叫波哦。波哦。拿哇比酒就有声音，复诵一遍。拿哇比酒就有声音。10次我就做好了。拿哇比酒就有声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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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用10次。以前就是这样，拿哇比酒就有声音。我们也请他们试试看，也当着是各位同学要学这个乐器，会的呢就送。另外，刚刚这个炉主呢，会吹的、有声音的就留给他，还有这2样东西，会吹的也留给他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送给从那边送，你送中间，你送旁边。同学一定要会吹，请他们来做试验示范。如果吹不出来，我们收回来。哦，有了，哦，有声音就留下来了。好，为了不耽误节目的进行，你们自己在底下试吹。好，拿哇一就有声音，就是这样的方式。好，我们可以做成笛子。这个就是刚刚这个材料，我们称叫做通托木，又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通草，可以做成木笛。做成木笛会让人感动，可以做成这样的猎手的勇士的笛子。这么漂亮的材料，就是我们台湾特有的材料，可以做成这么美丽的笛子。今天我要介绍这个笛子，也要介绍一个族群的音乐，非常的好听。我们所有的乐器制作
这些乐器没有假手任何一个人的，都是我们自己做。那个法器是谁？你们认不认识？无论是少多也不认识。好，有蚂蚁洞、蜜蜂洞，就可以做成奇妙的乐器。以前祖先看到这个，就发现可以做乐器。这是原来的洞，没有加工的洞，这是蚂蚁洞，就可以吹出声音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请今天特别来宾，他是我们非常厉害的朋友。我要演奏横笛，他要弹他的乐琴。今天我们要跟他一起来搭配这个奇妙的乐音，要分享给大家。这位朋友呢，是我们家平兄特别引荐，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演出。要演奏的是属于大家这个主流社会所喜欢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望春风》。望春风。不得了，今天是没有任何这个计划要演出这个，是临时的感动。除了听到这个乐琴，听到横笛，也可以听到我们的演唱，也可以听到后面穿着各位所熟悉的服饰来敲击打击这些曲目。
有唐装衣服的，来，这一对情侣不是嘛？来，姑娘你也出来，哎，他们不得了嘞，他们也愿意这样穿哦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是远古外汉骨里面的骨头是原住民嘛？叫什么？应该怎么讲？啊，远古汉皮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看，好。另外，我们的姑娘呢她是我们的竹笛的演奏家，她很会吹笛子，笛笛各类笛子会吹。她是目前在台南嘉南科技大学，是不是？啊，为了这个音乐会呢，就支援从南部过来。我们谢谢他们，谢谢。再一次掌声，谢谢我们高先生带来的乐曲，谢谢。对啊，仅这样一首歌的客串哈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其实我们各类的形式，未来的音乐会，我想这样，请大家同意好不好？同学，你们说好。好。我们音乐会其实不一定要有钱，不一定要有所谓的什么钱啊才可以看，以后用音乐来交换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带你的琴就不用门票，有没有？你不用钱啊，你进来。你带什么样的乐器？带钢琴自己搬过来，跟我们一起来。我相信我们的音乐可以跟大家做对话，绝对可以。我们的音乐绝对跟西洋的乐器做对话。现在只是欠缺了很好的编曲家。我们知道今天在座各位有一个编曲的老师帮助我们，待会儿我一定要介绍他。好，刚听到的这些曲目呢，好，接下来，请高先生，你还要表演吗？没关系，待会哈，待会，请就车一下，掌声鼓励，谢谢他，谢谢。这个2009年8月8号，台湾南部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水灾。我们为了纪念这个水灾，然后做了一个笛子，命名叫莫拉克。为什么叫莫拉克笛呢？因为从山上飘来了好多这样的漂流木。如果各位想要闻它的味道，请拿一片一片来闻。闻得出味道的，请回答它是什么味道。如果闻不出味道的，自动的来道歉。好，有没有要闻的？好，去送给阿姨，送给姐姐，送给哥哥。这个呢，台东的东海岸满都是这样的木头，所以我们清了好几个月都清不完。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材料做成乐器的吹口，所以那个后面的不用管了，谁叫他们坐后面？我告诉你们，尽量坐前面嘛哈。好，这什么味道？有没有说？有没有说？哇，竟然讲日语 ，Hinoki。日本語の名前です。哦 ，Hinoki， 真的，这个是檜木。啊，对，执行长要喝酒。好，能够回答一个问题的，我就送这一颗，这个真的很香。好，前面我们有一个乐器，我们有跟你们讲过，那个比比，阿弥陀的名字很长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你记得。有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？如果有人记得，就送。好了。所以这个乐器呢，我们就用莫拉克。台风期间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没有人知道，那就收回来。这个台风期间而做的乐子，这个用漂流木做的吹口，这个形式呢，可以是横笛，可以是直笛。
可以两用的笛子，所以这个笛子蛮宝贝。今天呢，要用这个笛子演奏一个族群。这个族群呢的歌谣非常经典，住在南部、屏东、高雄都有他们的聚落。为了要纪念这个部落，因为他们的道路一直没有通，所以这卢凯族呢非常辛苦住在深山。希望大家能够发挥更多的爱，对这个部落的这个祝福。我们其中认识的几个朋友都住在雾台，他们的道路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好，所以我想用这样子的莫拉克的笛子来演奏他们族群很经典的歌谣，叫做《小鬼狐之恋》。我们要用莫拉克跟比底来演奏，其中我们还要演唱这首歌，真的要对这个族群的尊重。希望这个族群借着音乐能够抚平他们内心里边很深的伤痛，也愿意用音乐来安慰、来祝福他们。所以这个笛子，老心啊，你要给这位姐姐来演奏《小鬼狐之恋》。《小鬼狐之恋》的大意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老师一直口干没有水喝，所以后面呢没有大意，请大家自己来过目，好吗？好。来，这个笛子给姐姐。
小鬼湖之恋为什么命名小鬼湖？因为在大武山有小鬼湖跟大鬼湖，其中这个不认公主爱上了蛇郎君，他们就投入在小鬼湖，看到斗笠部落出人很难过，尤其是爸爸妈妈。你们要不要这样爱蛇郎君？肯定不要，对不对？但是故事是这样发生的，好，要爱自己的部落，因为他们最后还是有连结，有回来，因为爱自己的家乡，爱自己的部落。好，这首歌，卢凯族每年的年祭都会传唱这首歌。各位同学们，有参加卢凯族丰年祭收获节的举手，没有的话就不要下课。请大家真的每一年都在运行着部落的年祭，各位去捕捉使自己感动的一个点，我相信你跟领略更多的事物。好，接下来这个乐器，昨天晚上我成功，今天会更成功。这个乐器，这个不得了的乐器，原住民里边，哇，失败了。好，我要介绍的是这个馍底，请大家来看。馍的馍就是刚刚有没有吃竹筒饭？好，竹筒饭就是包了那个米里边的糯米，那个馍就是这个。请大家来看竹馍。有看到馍了，对不对哈？大家速度快一点。我先让大家看竹子本身的馍。就这个膜，太小了，没关系，我找大一点的。现今最不用指法的乐器就是这个，不用任何指法。我们的祖先这么聪明，他是用竹模就可以做成乐器。这里是竹模，这是木头的模，木头有模，很神奇，一样可以演奏。这个呢？望远镜，这里是用竹子做，很奇妙。好，它必须要接起来。听到声音哈，这个就是模，就这个模。它是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吹的笛，很神奇。你也可以这样吹。会吹吗？要不要吹？试试看。来，有。吹一首歌。有好，传下去，如果可以吹就带回去。
所以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乐器，这样这么神奇的乐器，却在我们国乐团里面看不到它的踪迹啊。我们国乐团不是中国的乐器，没有一样原住民的乐器会在国乐里边，所以请大家为我们原住民的乐器发声，让我们的乐器能够在国乐里边能够被运用、教学。当有人有学生在学，就一定有老师，有老师学生呢一定会更普及。我们的乐器只有在这个地方很惊奇的看到，为什么不在我们的社会来运用？所以这个笛子就是这么样好。接下来要演奏的是属于我最敬爱的一个族群，叫做排湾族。排湾族有一首歌叫《来属》，我们称叫《黄昏之恋》。这首歌尤其美丽，是因为它赞叹这个宇宙万物充满着神上天奇妙的作为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期间来运行，来满足。所以看看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那样的生活，在早期是这样，让我们人可以生养众多。可是现今我们把晚上当作白天，所以呢，当晚上当着白天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能符合这个大地的运作。所以这个排湾族这首歌告诉我们，一天将要过去，要珍惜。所以那是聊表对远方的亲人的一种寄情、思念。所以这首歌来属要献给在座的排湾族。待会我们有勇士要出来唱这首。
种爵士很感动，勇士唱到不行。他第一次尝试唱这个歌，他说好难哦。台湾族的歌为什么做的这么难，让其他族群不能学？这就是传统祖先留下来的智慧。如果我们这样的歌不再唱、不再传、不再唱，其实下一世代大概也只能听 CD， 感觉不在。所以我们的勇士很卖力来演唱这首歌，我们掌声鼓励好吗？Unini uno mosha atipulu no mosha atipulu， 讲一遍。他们比你们会。no mosha atipulu， 同学。好，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乐器的奇妙神奇。这个乐器要不要保存啊？要。这么奇妙，对不对？随便削个竹子。都可以演奏，都可以随便，不用指法呢。现今还有什么样的乐器，要不用指法就可以演奏？当然就是号嘛。可是这个呢，看一下。像是管乐那样的效果，可是没有人学这个，他们也是零零散散在学这个。请各位为原住民的传统乐器真的发一点声音，这些乐器没有现代的金属所就组成了，没有任何现代的音乐就可以谱出美妙的乐音，所以这个乐器的生命就要靠各位，靠台湾的人的关注。好，这是祖先留下来的智慧，我们要不要忘记？要。所以接下来有一首歌叫做《不要忘记》。阿卡达瓦人古欧里诺里登，阿卡达瓦人古欧拉内维纳，阿卡达瓦人古拉希乌尼烧对，安阿瓦多库尼哈伊萨曼尼努米达哈基亚萨嘎布，阿卡达瓦人不要忘了祖先留下来的美好的文化。第二，不要忘了大地的爱，我们一定要跟大地相互依存。第三，不要忘了少多疑，或者是不要忘了传统留下来的歌。这个如果没有了，我们还能唱什么歌呢？所以请大家务必记得阿卡达人古欧列诺里登，阿卡达人古欧拉纽维纳，阿卡达人古拉丢尼烧对，你们听懂吗？懂。你不懂吗？没有关系，他们用唱的让你们听得懂。这首歌我要介绍，当然歌词大意都在我们的字幕上，各位都懂得中文哈。来下一页，好，就跟着一起来唱。好，如果跳到上一页，我们来介绍一下上一页。你看，这是飞鱼哦。另外一种植物叫做什么？刺桐花，请记得哦，待会我会问哦。所以这个季节盛开的刺桐，所以我们阿美族就用刺桐花盛开的时候，就知道太平洋飞鱼群来临了。这个时候要捕捞飞鱼，老人家为了鼓励年轻人，有很多的鼓励的语言，所以让年轻人不要忘记这个祖先的传统的智慧，这传统的技艺一定要生根。所以这首歌充满着这样的故事，所以我们要请他们终于要跟大家露面来唱这首歌。刚刚不会唱，现在就要一起唱。阿卡达人，我要介绍这首歌，真的是好听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来唱好吗？
嘿耶呀，嘿耶哟呀，哦呜呀嘿呀，嘿耶哟呀。
是很棒？他们唱的好不好啊？好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的课将要进入到尾声，有没有忘记前面所唱的歌？有没有忘记前面的乐器的介绍？同学有没有忘记？没有。所以你们刚刚也唱了阿卡达瓦的，这个是很有生命的歌。这个桥段我设计，我唱古调，到最后你们学会了唱古调的意思，结果中间其他同学的掌声打断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们将要会，将要明白这首歌。今天音乐会，你看这么忙，这么多的朋友们，无比的感动，谢谢你们。这个场地最是我们嘎更演出最好的场地，因为我们舞蹈唱歌不穿鞋子，就像各位一样要脱鞋子。这个场地太棒了，我们刚刚好。各位的到来就是我们的信心指数，我们也不可能到国家音乐厅那么多人，如果做了这20-30个人，我们大概也会大失所望。所以今天爆满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我要请你们帮我拍手来感谢。我最要感谢的，才要惊喜我们的uncle。这个音乐会的促成，从昨天一直到今天，感谢。当然，这个前身如果没有这一个人的其中的作业，那协调完成，其实不会促成这个音乐会。所以我要在这边感谢，就在我的左手边，也就是你们靠近这个门的，在拍摄绿色上衣的这位周先生，掌声鼓励。但是因为对嘎更的音乐的热爱，他开始积极参与投入，他甚至自己做笔底了，这真是厉害。他目前是家庭工程设计的老板，他是一个设计师，音乐的门外汉，却因为世界音乐的逻辑领略之后，他对嘎更有兴趣，所以是嘎更在台北的联络人。所以促成了这个音乐会，我首先要感谢他以及他的2位家人，老婆跟女儿在这边的支持，谢谢他们愿意把家庭大大的时间呢放在打斗区。雷小姐总是很害羞，她不用介绍，其实我更要介绍，没有她的支持就不会有家庭的投入了，所以要感谢她。再来就是要感谢北投文物馆副馆长跟昨天的李馆长，谢谢他们，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。再来，我要介绍2位在一直是嘎更的好朋友，就是后面在从事拍摄、录影工作的李竹旺老师。各位还没有就绪以前所看的影片是他剪辑的，他为了嘎更，自己自掏腰包到加拿大去跟着我们表演，有这样的人呐、真是很感动。所以他整个对我们嘎更的影像的操作跟提供注意良多，对我们来说。再来，我们跟交响乐合作，不能不讲一个人，能够促成跟交响乐合作，把嘎更的音乐跟其他的音乐不同的氛围、音乐乐器元素可以融在一起来对话。我要感谢的是我们谢宗汉老师，目前是中国大学的讲师啊，真的很棒，是他编了曲，我们才跟交响乐有合作。我们也跟国乐团合作，但国乐团没有一样我们的乐器，所以就我刚刚所说的。好，谢谢各位同学你们的掌声，你们今天都是同学啊，还要喝小米酒没有关系，来，还有4片 CD 要送，我请大家来回想刚刚的曲目，刚刚的乐器。时间拖长对我们来讲反而是负担，因为我们还要回台东，7、8个小时的路程，要到半夜才会到家。
但是你们的热情，我们也不得把更多的感动献给大家，因为在座几个好朋友都在。我们的一心牧师，他是台湾神学院的博士，带了朋友。真，很有力。这么感动，要送乐器给我的一个好朋友周家平大哥。这是我亲爱的目的，他是一个守望、爱护部落的笛子，送给我最亲爱的朋友。送乐器给更多的人，如果有机会你们到台东，我就送。要送 CD 给好朋友，但是请记得我们乐器的名字。笛笛，没有人知道，我再讲一遍。迪布鲁是笛子，但是摩瑟是鼻子。摩笛叫做迪布鲁，叫做 no 又是嘴巴，它是用嘴巴吹的。口簧叫做打豆，木琴叫独当。竹鼓叫扫东洞，很多哈。当然，我们的乐器很多，所以要请各位记得，还有歌名。第一要送的是刚刚小朋友唱那一首歌的歌名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母语来，掌声鼓励。请大家记得这一句话，阿嘎达瓦任不能忘记。这个是我们台湾，我们在推双语教育，一个叫美语，阿美语也是美语，很少人学，所以请大家也许这个美语好不好？阿嘎达瓦任不要忘记，跟你的孩子说，阿嘎达瓦任不要忘记。跟你的先生说，阿卡达瓦任嘎古，不要忘记我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要去拜访。有人听过这个，我再讲一遍。有人去拜访做客很重要。我说，如果你讲的这句话到阿美族的部落，到我的家，巴拉凡嘎古就免费让你住、吃喝。什么？我已经讲了，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拼？来，1、2、3。有人要举手才送 CD， 阿美族不要举手。再来，哦，巴拉凡卡库来，虽然不是阿美族送，我们的好朋友啊，谢谢。还有，如果你已经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但是请你不要举手，我要特别留给不是认识我们的朋友。我们的乐团的名字有没有人知道？我的好朋友都知道了，好朋友都知道了。好，这位姐姐，妹妹，谢谢，送 CD。好，今天这个音乐会很棒。这个来自于土地的竹子木头，请大家来记得我们的这个整个主题，音乐会的主题是什么？有没有人记得？
这音乐会的主题是什么？来，姑娘，名字举手来。来自部落。好，大地的脉动可以送。当然不能送这个乐器啊，我们还要表演。我说过，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台东，我们的音乐园区就在台东。我想会让我更感动是，你们参加过这个音乐会，还可以到我们的工作室，我们更感动。请问一下，你的工作是在台东的啊？找到家平兄就会找到我们，所以相关疑难杂症都可以找到家平哥啊，还有后面的主望兄，还有前面的仲汉哥。好，没有安可的话，我们就结束了。我们本来好，我们就是安可曲哈，赤桐花开。来，我们全部的团员一起来唱，一起来敲击，来。好，给他们玩一下。来，自己认一下乐器。最震撼的曲目叫做《赤桐花开》，我们愿意一直用这个曲目来分享，是因为这个乐器打出美妙的节奏跟它的层次。其中有2句话大家要学，如果可以学会那2句话，待会还是要送一个乐器哈。最大的自己要搬回去。来。2句话很好写，如果是祝福的话，
叫做伊拉嘎巴塞之刃，这是祝福的，我已经讲了哈，伊拉嘎巴塞之刃。好，那就不用再问了。好，已经会了嘛。我是要你们学会，不是要得这个乐器。这个乐器呢，真的很棒。我们叫做比就啊哇就有声音的意思是吹口消出来就有声音，真的很棒。这么好的乐器声音可以感动人，请你们照我们的乐器来制作。这个乐器，如果你不到台东找嘉平来帮你做也可以，他已经会做了，看没有？所以今天很感动。我要再次说，卡更的 CD 还没有卖完，在楼下。如果你们卖完了，我们就欢喜的回家。如果有买了，不是卖，如果有卖完就欢喜回家，可以有更多的感动哈。今天的音乐会，如果真的没有安可，我们真的就要结束了。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，一起来站起来。昨天我们发现，这个感动不能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应该要连接。也许我们现在对左右都不太认识，但是有一种动作是表示有爱。我们互相牵手，可以吗？虽然不认识，所以我们用牵手来完成这个曲目。我们来牵手，我们一起来跳舞来完成这个曲目，可以吗？来，吸掉。好，我们今天丰年祭，放下来，安定的爱哦你爱，放下来，安定的爱哦你爱，不敢下来，有你爱，安定的爱哦你爱。谢谢，你看看，我们虽不认识，因为牵手表达了对彼此的关心，所以会营造那个和睦相爱的这个氛围哈。谢谢大家，海更乐团真的很欢喜，今天、昨天、今天，更感谢我们高兄用乐琴来伴奏，谢谢。这里的大大小小、老老少少、胖胖瘦瘦、黑黑白白，都一样，都热爱音乐，请给我们更多的祝福、打气，让这样的音乐，这就是你们所爱的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，我们向你们致上最深的谢意，感谢大家，阿公就这么
要负责任。好，同学请坐。如果有同学叫你 uncle 的时候，你怎么处理？第一，相应不理，对不对？第二，视若无睹，对不对？第三是什么？回应，就是要回应。回应有2种，一不要，第二要有2种，一短，二长。我们要长还是短？长有2种，大长小长，怎么办？大长。好，有一首歌我们要献给大家，这个是蛮欢乐的歌，真的。灿烂的日子这首歌真的很棒，唱出美妙的笛子跟节奏，还有人声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的排笛手，我们的演唱家也进场。好，这位同学，你一起唱，代表他们一起来唱。哎，停！指挥还没有说，我刚才说过，这个安可你们要负责。我们本来没有预备晚餐的钱啊。有2个高中生，今天晚上9点以前一定要回到家，不得不请他坐最后一班飞机回去，那个飞机票也没买。太多的要求，对不对？无非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欣赏更好的。当然，如果你要真的在一个uncle，我也不反对的。好，灿烂的日子，我们来先从排笛演奏，然后人声演唱，掌声鼓励。
再一次谢谢各位同学这么在这边细心认真聆赏今天2个多小时的乐曲。我想音乐都在各位的耳际，会萦绕在你们的脑海里面。我相信它会缭绕在我们台湾这个岛屿上。如果你爱嘎更，就给嘎更更多的支持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团员最后，因为我们要到外面拍照，已经夜好像光线不在了哈，我们要到外面去拍照。要做纪念，所以如果跟我们多到外面拍也都可以哈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就。